咁耐冇出片，大家都應該記得我喉嚨有事啊，其實到而家都未得，所以都要靠啲新科技幫幫手。影片未開始之前，提提大家，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，訂閱咗嘅朋友記得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會通知你。記得 CLS 啊，多謝多謝，真係要幫幫手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去片。片源來自 YouTube 嘅，片主係東歐飛友啊，用 DJI Mavic 4 Pro 去拉佢。一拉就40公里，當然係單程飛佢啦。好，我哋睇片啦。咁以我自己拉佢嘅經驗咧，100米嘅高度咧係最適合，除非信號差咗。如果信號差就會微微咁向上爬升。拉佢嘅時候會留意4樣嘢：距離、速度、信號及最重要嘅電量。好，我哋快鏡啦。Точности заряда батареи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полета. И, конечно, сегодня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 теста 喺轉個頭咧就10公里啦。 усиленную батарею для Mavic 4, так как штатная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. 好，我哋快鏡啦。Нам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знакомо. Я не могу знать, как поведет себя. 轉個頭佢就拉咗就快20公里啦。睇佢係用正常 mode 飛，用咗36%電，現場風勢唔大，但係不時有陣風，接近冇干擾。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. И приходится только 好，我哋快鏡啦。因為圖傳信號差咗，要拉高隻機啦。又轉個頭，佢就拉咗就快30公里啦，用咗51%電，現場風勢唔大，但不時有陣風，接近冇干擾。好，我哋快鏡啦。哇！就到今次條片嘅主題啦 ，Mavic 4 Pro RC2 東歐拉40公里，當然係單程飛行啦，真心勁啊！我講 DJI 咯，佢得手啦，佢應該揾緊追住架飛機嗰部車啊！佢今次嘅拉佢係用一部車跟住架飛機一齊喐，跟住拉完咗啦，就揾架車就喺佢附近嘅地方降落接翻部機。東歐地方果然唔同啊，大到可以咁樣玩啦！香港拉佢咧，基本上咧就飛海，一出事就送咗部機俾海龍王三太子，佢喺水底玩咯。見到啦，
就係紅色嗰部車啦。大家留意下，當圖傳咧只係剩低2格，就代表差唔多啦，因為信號再跌就會斷開。 Дорогой, по которой билось при снижении. 佢終於降落啦，大家留意圖傳信號嘅變化，最強都係80至100米呢個區間，再降落就馬上斷控啦。斷控嘅原因係因為 RC2 發射系統有限制，標準 DJI 遙控係用指向式天線，飛機喺唔同嘅高度，天線嘅指向角度亦都有所不同。係啊，所以咧大家要練習點樣揾到最佳嘅發射角度。唔明嘅可以喺下低留言或者分享下你拉佢嘅經驗。最近 4G 圖傳增強都好多人問我有冇用啦。如果你係風光主題拍攝為主嘅朋友，我可以同你講㗎 4G 增強圖傳嘅幫助唔係太大啦。風光飛手都知靚景一定冇雷公咁遠，手機都收唔到咁滯，仲講 4G 圖傳，咁城市就有用啦，唔高都有啲幫助。高位都係一般，而且咧城市內飛咧都係非常高風險。我個人就會揾位飛，用經驗判斷天線發射角度，因為 4G 圖傳咧反應太慢，真係出現危險或者異常，你係冇辦法控制到部機㗎。新版 4G 增強圖傳係用 eSIM， 即係電子電話卡9成9上台先有得玩，仲可能要特定台先得嘅，咪以為可以用自己卡或者係太空卡。最慘個伺服器係喺大陸，個 4G 模組又唔知佢支援咩國家，可能淨係得大陸用到嘅，我就最驚啦，我係唔會用嘅。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，訂閱咗嘅朋友記得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會通知你，記得 CLS。今日條短片去到呢度，多謝支持，世界和平，拜拜。